你好，想打听个事情。什么事啊？以前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张烟台？你说的是那个雕花木床吧？对，做工特别漂亮。我看以前的照片上有，现在怎么不见了？哦，前段时间还在这儿。前段时间老板说有人高价收购，给卖了。卖了？呀，美女，你打听这个干什么？哦，没事儿，就是觉得很漂亮，想亲眼看看。谢谢，打扰了。没事啊。爸爸，我来到你们当年住过的地方了。可是，你和妈妈都觉得惊艳的那张烟塔，却不在了。来，快来啦！各位女士多吃点啊！谢谢。哇，虾呀！现在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来到了古镇上一家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哦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来，看看我们在吃什么？来打个招呼，给大家打个招呼 ，Hello。好吃的土菜。隔着屏幕有没有觉得很香？直播帮拿下。来，现在夏夏帮你们尝一尝。记下你的勺子哦。怎么样？上去吧。看这个人，这是谁？小片，我们吃相。这什么吃相？哦，你不知道，真的好吃。哇，感觉舌头都要酥掉了，舌头啊都要酥掉了。哦。好了，来，看一下啊，介绍一下这些菜。一口肉吃下去，有一种初恋的感觉。来看看我们楚哥哥，楚哥哥是最有品味的。这么好吃的菜，咱们要不要给丽丽打包一份？啊，我去。不用，我跟厨房已经交代过了，我们走的时候给他打包一份小炒就好。好。哟，这小吃不错啊。这么吃饭多没意思啊！那个，你们这儿最厉害的酒是哪一种？啊，这是我们的古城大曲，哟，特别好喝。古城大曲，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哦。你猜我要干嘛？呀，干嘛呀？玩游戏，喝酒。不是，女孩子不能喝酒，对身体不好，不许喝。吃饭。楚哥哥，你刚刚是不是在关心我？当然关心你啊，你是我们团队的成员，我肯定要关心你。好了，快，吃饭去。好。吃饭。楚哥哥，我够不着，你给我夹菜。加什么菜啊？
公主，虾仁。加就加，来。哎，富哥哥，我也够不着，你喂我吃吧。谢谢楚哥哥。这种你看，这不是牛鞭吗？下次再来啊！夹下来，哇，牛鞭花，好吃，没吃过，好吃，我也找找。这个是吗？这个就这个，这个是啊。对，各位帅哥美女，这样今天你们第一次来我们店里啊，我先敬大家一杯。哦，先干为敬啊！谢谢。哦，谢谢老板娘。都喝完了。哎，你们晚上住哪里啊？我们家后面有民宿，特别便宜的。不用了，我们都定了，佳明。是。什么？佳明？对呀，听说是个老宅子，传了很多代了，重点是性价比高，便宜。我定的，我定的。我跟你说，看你们年轻，跟你们有缘，告诉你们件事儿。来，让下把那酒给我。跟你们说啊，这家店可千万不能住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它闹鬼呀。闹鬼？真的假的？哎呀，照你这么说，我们那家店不能住了。可不是嘛，这入住的客人啊，经常被吓跑，半夜3更换酒店的，不是1次2次了。丽丽一个人在房间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那位大姐脾气那么臭，鬼见了她都害怕。哎，说得好，真的，这个女人鬼都害怕她。赵老板赵小军这个名字你熟悉吧？我跟赵老板的账已经2清了。赵老板的意思啊，是钱也要，人也要，就是把你啊请到游轮上去，陪我们赵老板整个地中海10日游。我要是不去呢？你去不去？咱们来玩个游戏，这个游戏谁输了，咱就喝酒。这酒我请大家喝，好吗？来，人在江湖飘会不会？不能喝，不会。鼠七会不会？不会。那啥，老虎包子鸡会不会？不会。那你们到底会什么？我都会啊，你们怎么都不
蔡丁壳吧，石头剪刀。对，我们会蔡丁壳。行，来，蔡丁壳吧，这来，蔡丁壳，来，蔡丁壳，蔡丁壳。欠了钱还跑这么远，喜欢玩是吧？老子今天陪你好好玩玩。识相点，别出声，我就把布给你拿出来。怎么样？好不好玩？你想干什么？还钱啊！赵老板的钱我已经还清了，我跟你说过了呀。赵老板那儿你还的是本金，我来要的是利息。利息我也跟他说清楚了，从我的佣金里扣。没钱还是吧？跟我回上海，老老实实陪赵老板上游轮。我真的没钱，而且我已经跟他算清楚了。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是不知道害怕了是吧？你要干什么？我可以跟你好好说，你别这样。现在知道害怕，晚了。你想干什么？香香，玩不玩啊？行不行？你们3个先不要动啊，先不要动。个人恩怨，7局4胜，敢不敢？玩就玩，互怕互。来，加油！来！4胜，输了喝吧，喝，快点！我这个人没什么缺点，就是够狠。先对自己狠，再对别人狠。我这是想，你要是不能还钱，陪赵老板呢，还不得是个完整的人啊？但是你要是再不还钱的话，下一个掉的可就是你的手指头了。打电话，快点！跟谁打电话？当然是能给你还钱的人，让他马上到账。谁能帮我马上还钱啊？你不还钱是吧？看来你是不想要你的手指头了。哎，我打！行，阿飞，咱们来。金小天，救命！救命！我上个厕所啊。不是，哎，你别走啊！别走啊！你别想跑啊！他应该跑去找他小月月去了吧？再回来，我让他13局7输。咱们来。我跟你说了，我不欠赵老板钱了。怎么不欠了？不是还有利息吗？我帮他拍卖矿赚了那么多钱，你利息30万利息，早就顶那个利息了，而且我都已经跟他说过了。怎么样？同伙来了。
好玩不？不是，你能告诉我你怎么想的吗？啊？要债要的把自己手指剁下来，你想证明什么？这不是为了演狠吗？啊，为了演狠，挺像啊。手指也是假的，鞋也是假的，啊。嗯。牙也是假的。兄弟，你人才啊！大哥，你这放我一马吧，好吧？我第一次碰着欠债的绑要债的。说说吧，这次除了来要债，还有什么目的啊？没有，就是替赵老板来要债来的。你到底欠人家多少钱？你让人家从上海跑到这里来要债？我，不多不多。我问你了吗？ 宝宝们，夏夏现在已经来到古镇了，我带你们看一下古镇的夜景哦，有没有很棒？好了，这里呢是一个戏台子，想象一下你们可爱的夏夏如果穿上戏服，会不会也很可爱呢？我给你们唱一段：小女子年方28，正青。行了，你俩别玩了，咱们赶紧回酒店吧。哎，哎呀呀，那个现在老板要我们走，我们就跟着走。 那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下榻的客栈，是当地最古老的客栈之一，叫嘉明客栈，就在那儿。夏夏，你是小女巫吗？你怎么手一指，那灯都灭了？怎么回事？坏了！哎 ，boss， 等等我！不会真有鬼吧？哎，等我呀！怎么就这样了？这感应灯啊！跳闸了，不好意思，吓着你们了。这老宅子就是这样，换了新的电力设备，它还是跳，可能是湿气太重了。我看是阴气太重吧。你看你这话说的，关于那些东西，确实有一些传闻，但是。 我们都在这工作这么久了，也没真的遇到过。哎，这不，网上不是说还有人找那个鬼屋、鬼宅住的吗？我们也就是响应一下网友留言。闹鬼主题旅馆。干嘛呢你？关了！这订房的时候也没说啊，要真吓着人怎么办？你别乐了你。 是什么主题啊？吓个人怎么办？别乐了！丽丽，刚才停电了，你没事吧？哎，这人是谁啊？来吧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有什么好介绍的？我就是个要债的，帮老板要账。你们要是再不帮我松开的话，我可要加利息了啊！要账？要谁的账啊？ 喏，他多少钱？30万。丽丽，是真的吗？如果你需要我帮忙，你跟我说，不用自己扛着。忙的话，我可以帮你解决。凯文，真的没事，跟你想的不一样。就当预支你的薪水。不是，真的不是这样的，不用了，真的。你给我听好了，回去告诉你们赵老板，我欠他的钱早就还清了。 你跟我说那利息，我也跟他说清楚了，从我佣金里扣。我帮他买的花赚了那么多钱，早就超过这个数字了。没问你们要佣金就不错了。讨债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见到你2次了，我不想见到你第3次。哎，都说明白了还不滚啊？我那牙，滚！怎么回事啊？丽丽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让你们担心了。哎，这种放高利贷的人，不达目的不罢休。如果能用钱解决，咱们用钱解决，都不是大事儿。不用了。朱总，这种人像吸血鬼一样贪得无厌，你不能给他们钱。不是，
解决完了，让他们写个字据不就完了吗？你不能用你的做事方式去对待他们。好，要我看这样吧，我们换一家吧。反正这边还有2个女生，也不安全。对，小天说的对，咱换一个酒店，这样保险。阿培，赶紧安排。不用，我没事儿，真的。不是，你看丽丽都说不用换了，咱别自己吓唬自己，行不行？夏夏，你怕吗？丽丽都不怕，那我也不怕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神经病！睡觉。既然都没什么事儿了，咱们就回去睡觉了啊！散了，走了啊！拜拜。怎么见鬼啊？吓死我了！你才是鬼呢！听到什么了吗？怎么了？你听错了。说你憨，你还真傻呀！幻听，我跟你说，在这里住的久了，都会产生幻听。我警告你啊，如果半夜有人叫你的名字，千万不要答应，更不要回头，听到了吗？啊！活动保险。谁呀？救我呀！什么人？不是他从哪儿来的？哎，从这个位置看，应该是丽丽的房间啊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刚才在大金牙闯进来之前，我看窗帘后面动了一下，我赶紧过去看，也没发现什么，是不是这个人啊？我估计就是个小毛贼吧。哎，你们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门窗都关严实了。大家小心点，走吧。老弟，那么晚没出去喝酒啊？你以为我像你那么自在吗？我在跟家困着呢。我长话短说啊，我刚刚在李新月的窗帘后头发现了有脚印，我估计跟他接头的人已经出现了。还有，我们这个客栈据说是闹鬼的，我刚才建议他们换一家，可是李新月说什么都不换。我估计里面应该有什么情况。我知道了，你慢慢观察，一定不要打草惊蛇。看事态的发展，有情况及时向汇报。是。
谁呀？我来了。又怎么了？你这边没事吧？没事啊。干嘛呀？哎呦，这不停电了吗？我过来看看你。金小莲，你大半夜能不能别老往女生房间跑啊？这不是关心你吗？你少出现在我面前，对我就是最大的关心了。行吧，那你自己注意点啊。晚安。哎，看这边！哎呦我去！什么呀？等下啊！别拽着我啊！我害怕。你不是说不用我关心的吗？用。什么东西啊？窗户关严了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出去一下。你把门都关严了啊！你别走啊！我去看一下，马上就回来啊！在房间等我。快点回来啊！阿培，你找的什么客栈啊？一晚上停2回电，搞什么鬼啊boss，我不是为了图便宜给他们省经费吗？谁能想到这老宅是这种情况啊？还出了这么多的怪事儿。你别胡说。我不是胡说，刚才咱们吃饭那老板娘不就这么说吗？不能不信啊！来电了，走，上去找丽丽。哎，大概这么大，就在窗户边上飘过来飘过去的，来无影去无踪，真的吓死我了。照你这么形容，这东西是人还是鬼呀？这肯定不能是人啊，在天上飘着呢。哎，要不然咱们成立个调查小组，查查线索。好啊，那从明天开始，咱们得把这个院子里里外外都得勘察一遍。哎，巧巧回来了。在啊。哎，你追到那东西是什么东西了吗？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别吓人！怎么回事？看到了，但是没抓到，从我头顶上嗖一声飞过去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反正肯定不可能是你们所说的鬼。为什么？鬼哪有那么胆小的？我一追他，他就跑，他都不敢停下来跟我正面 PK。说不定不是咱们想象中那种鬼。那什么鬼？什么鬼？讨债鬼。哎，不管是人是鬼，咱们明天查查就知道了。
有点害怕，我能去你房间吗？行。那就委屈你睡沙发了。啊？我困了，我先睡了。啊，那个，怎么了？啊，不是，我习惯睡觉前做点运动。什么运动啊？啊，没事，我尽量不会吵到你，你就睡你的呗。那你别影响我啊，赶紧睡。晚安。伟康跟文艺秋终于见面了，好感人。我爱你，立秋。
找什么呢？你到底把我身份证藏哪儿了？哦，搞了半天在找身份证呢。你想知道你身份证去哪儿了吗？在哪儿？你得先啊一下。丽丽，丽丽，是丽丽在叫吗？哦，秦小天房间叫的。秦小天房间。哎，你来。丽丽，丽丽是你吗？小天儿，哎，你开门啊！丽丽，来了！